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一多风雨，所有掌心已过去，所有回忆留在心底。真的要欢乐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底。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把你放在我心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？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？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为何你不懂？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喂，你咁樣唔掂喎嚇！唱廣東歌咁啊，又俾你牽動得好緊要啦。佢唱翻自己嘅母語，佢就由玩到我陀陀擰啊！頭先，我即刻想問佢，金海，你拍過幾多次拖啊？其實咧，我就是有幾次啦，有時。你頭先好似彷彿將你嘅戀愛嘅故事同埋嗰種無奈喺短短嘅2-3分鐘咁樣咧，同我講晒你嗰啲女朋友啊、立即你哋嗰啲問題，好犀利啊！因為
我 feel 到你同對 band 啊，就冰凍晒。多謝丹娜老師。個 arrangement 是不是你跟丹娜老師對，一起？就是我跟丹娜老師已經，他知道我的歌曲的時候，他已經知道我要什麼感覺，他已經可以 get 到我，很厲害。丹娜老師，我們兩個已經合二為一啦。哇，合二為一同丹娜老師，好，我哋不如聽聽阿評審對你呢首歌嘅意見。成日都唱到我喊，搞到我個妝都化咗好耐。所以佢最後一個出場㗎啦，已經係呢一集，係啊。係啊，每次聽佢唱歌都好受觸動，佢嗰種自由，嗰種由心而發，同埋佢係非常信任對 band 嘅，好似一齊有個心流嘅感覺。佢嗰種自由係信點我個 band 都會接住佢，而嗰種成個 ensemble 嘅 feeling 係令到我更加同個音樂可以融為一體。正係啊，所以好多謝你嘅表演，每一次都係。佢行來行去，一開始唱嗰段，我已經頂唔順啦。佢自己都有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問我的消息。唱歌同演戲同講嘢，我都話只要你用心，你係感動到人嘅。唔係唔真啊！本來我諗今日嗰啲紙巾都唔使點用嘅，又用啦。係擺咗喺度咪用下啦。成日都個個都話我同阿婉婉個水煲好容易着，嗱側邊嗰啲都着啊，係咪先？即係證明你唱歌感動到自己，亦感動到人嘅，好好。謝謝媽媽。我都係深受感動啊！我真係來來回回，我都係喺個最高分嗰兩下，點呢？咁，但我覺得好好，你的唱歌的這個方式，它係非常真摯的，即係好真摯嘅感情，即直出嘅。係。佢喺度享受緊、訴説緊佢嘅人生嘅經歷。我是非常喜歡，謝謝你。周國峰老師。金海表演完之後咧，我係用咗應該係我咁耐以嚟咧用咗最長嘅時間。究竟我係應該俾19定係20咧？好難諗。我好喜歡咧，一開始嘅時候咧，由嘆氣開始唱第一句，跟住嗰一段咧，連我啲咁冷血嘅人咧，其實我都係有少少我要忍住我咬唇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撳住個水煲唔好着啊嘛。係啦，因為呢首歌咧本身咧佢係每一句歌詞咧都係好針吉咁樣嘅，針吉得嚟咧佢又係最後咧係會領略到咧嗰個人生，即係個人生嘅感悟係點樣。金海呢一首歌咧，你唱得好好，好到究竟我最後咪俾20分咧？一陣間睇啦。哇，好緊張啊！飛騰。頭先曉坤一首歌咁高漲，哇！大家情緒哇好 high 好開心，但係只係佢短短嘅一段，我就已經俾佢帶翻咗嚟啦，係咪？已經翻咗嚟，大家都話佢好有感情，但係佢係好有技巧嘅，佢係好有唱歌嘅功底嘅，所以佢先至可以 serve 到佢咁好嘅演繹啊！佢係自然咁樣啲技巧滲出嚟嘅，令到我哋係已經唔想再諗嘢，你嘅語氣、你嘅氣息、你嘅唱功係結合埋一齊咁滲出嚟嘅。悠悠地感覺到嗰種 set 嘅感覺，而呢種嘢係唔係所有唔係技巧可以做到嘅，技巧只係去幫你去演繹呢首歌，而你嘅演繹，你裏邊嘅故事呢樣嘢先係重點。好，多謝評審，我哋請埋阿曉坤出嚟。咁啊，由於你哋咧係最後嘅一組啦，我哋不如請埋晉級同埋喺危機區嗰啲一齊上嚟陪你哋兩個睇分。唔該晒。好啦，厲害，阿曉坤同好苦啊，有啲 bitter 嘅金海，究竟周國峰老師最後係撳咗20分定19分呢？睇睇。劉曉坤90分，李金海96分，要抱一把，對。哇，曉坤你雖敗猶榮，恭喜你啊！金海直接晉級，俾掌聲呢邊，子瑩、永健啦，同埋金海直接晉級。好啦，曉坤攬住90分落去嗰個中年危機區嗰度，陪你啲兄弟姊妹坐足1個禮拜，因為仲有8位選手將會喺下星期
送俾大家佢哋偶像之歌。下個星期準時約定大家，中年好聲音。